以下是一個完整、成熟、具戲劇張力與反思深度的故事版本。風格：林婉晴，42歲，上市集團創辦人兼行政總裁。在商界，她以冷靜、果斷、不近人情聞名。在財經版，她是白手興家的女性典範。只是沒有人知道，她的人生最重大的錯誤，不是在任何一份購合約裏，而是在一段感情之中。一、捨棄陳志遠是她的丈夫。20年前，他陪她由一間細小工作室開始，幫她熬夜對賬、跑銀行、陪客戶喝到胃出血。公司最困難的那年，是他把唯一的物業抵押，換來周轉資金。他不懂時尚，不懂談判，不懂如何在酒會裏游刃有餘，但他懂得等他回家，懂得把女兒的功課放在他書桌上，提醒他，你唔係淨係一個 CEO。直到他遇見了許海。許海27歲，外表乾淨，說話溫柔，懂藝術，懂傾聽，懂得把你值得被愛掛在嘴邊。在無數個他被董事會質疑、被市場壓迫的夜晚，他讓他感覺到被需要，而不是被期待。他開始覺得丈夫與女兒都是他人生的舊版本。離婚那天，他沒有哭，女兒只問了一句：媽咪，你仲要唔要我？他沒有回答。二、崩塌2年後，市場逆轉，他主導的一個高項目爆雷，銀行抽貸，合作夥伴翻臉，股價暴跌。一夜之間，他失去了董事會、辦公室、司機、信用。他回到曾經的豪宅，發現門鎖已換。他打電話給許海，語氣第一次帶住慌亂：阿海，我而家好亂。對方沉默了幾秒，只回了一句：婉晴，我哋本來就唔係同一個世界，我唔想再捲入你啲麻煩。電話掛斷，那一刻，他終於明白，他愛的不是他這個人，而是他站在高處時投下的光。三、被接納，他沒有地方去。最後，他站在一個熟悉又陌生的門口，那是舊居。陳志遠開門，看見他狼狽地站在雨裏，沒有質問，沒有冷笑，只說了一句：入嚟先。女兒已經15歲，站在走廊遠遠看他。他以為會看到怨恨，卻只看到一種小心翼翼的克制。晚飯很簡單，他吃到一半，突然失控地哭了。對唔住，他第一次真正說出口。沒有人替他辯解，也沒有人指責他。那種沉默比任何責罵都沉重。四、從來，他沒有再回到高調的舞台，他開始從最基層做起，幫小企業重組，幫朋友免費顧問，重新學習如何聽人說話。他不再用權力換忠誠，而是用時間換信任。3年後，他成立了一間小型投資顧問公司，不碰高，不玩資本遊戲，只做長期價值。公司慢慢站穩，市場再次注意到他的名字。媒體問他：你點樣由谷底爬返上嚟？他想了很久，只回答：我失去過一次，先知道邊啲係真正重要。結局某個黃昏，他和女兒並肩坐在窗邊。女兒忽然說：媽咪，我而家知道你唔係唔愛我，你只係一道迷路。他點頭，沒有辯解。人生最殘酷的地方，不在於失敗，而在於你要親眼看見，誰會在你跌倒時留下，誰會轉身離開。他終於明白，真正的東山再起，不是財富，不是地位，而是在人生最破碎的時候，仍然有人願意接納你原本的樣子。